我係盧偉力，係香港新域劇團嘅藝術總監。咁今次讀劇節呢，我係一個策劃啦，因為我係藝術總監啊嘛。今次讀劇節嘅主題呢，就係閱讀人生，咁將人生嘅好多唔同嘅體驗咧去呈現出嚟。今日11月30號，我哋就將佢定為係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同埋國際反法西斯主義勝利80週年。選擇抗日戰爭呢個主題呢，一方面固然係世界而家都仍然係響好紛亂嘅情況下邊，仍然係有戰爭，並且係持續不斷嘅戰爭。戰爭最重要嘅係引起好大嘅普通善良嘅老百姓嘅傷亡。咁而響抗日戰爭時代，我哋亦都有好多中國人冇咗身家性命財產。所以我哋新域劇團就決定咧要去辦一個紀念嘅讀劇活動啦。今日嘅讀劇節咧，我哋有5個主要嘅項目嘅。首先咧，我哋有女高音吳玉心女士咧幫我哋演唱《松花江上》啦。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會讀劇，有2個劇本，一個係時小樓，另外一個咧係荒野人。時小樓咧就係講一個京劇嘅藝術家，響日本人入侵咗中國之後，佢想逃避唔參與當時嘅政治，但係政治揾到上門要挾佢，咁佢就面臨一個好重大嘅抉擇。我哋嘅主人翁京劇表演藝術家時小樓，我哋係咪應該支持佢哋啦？應該。荒野人呢，就係講2個中國人由東北嘅細菌實驗室逃跑出嚟，發覺自己原來身上邊都仲有鼠疫菌。如果佢哋逃亡到去中國外邊，咁就可能個鼠疫菌會染晒成個中國，所以佢哋最後做咗個好艱難，但係一個自我犧牲嘅決定，就係重返人間地獄。嗰度有成千上萬嘅老鼠，佢哋吱咁叫，後來佢喺我身上打咗支針，我失咗啲知覺，死人嘅身好似火燒一樣。跟住咧就會有位印度演員同我哋讀聖雄甘地嘅一啲金句。It is possible that I may end by really becoming incapable of doing it.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to the dead, the orphans and the homeless? 然後到我會讀電影《大獨裁者》最後嘅和平宣言。咁嗰段和平宣言呢，今日睇返完全唔過時，甚至我相信100年之後睇、1000年之後睇都唔會過時。獨裁者將會死去，而佢哋從人民手上奪取嘅權力將會歸還俾人民。只要人類唔死，自由將會唔滅亡。士兵們，讓我們以自由之名團結起來。咁最後呢，吳玉心女士會為我哋唱一首貝多芬嘅《歡樂頌》，佢將佢變成中文《和平之歌》。就希望通過我哋新域劇團小劇團嘅努力，能夠將一啲和平嘅信息廣泛咁樣去傳開去，讓人哋睇到，無論你個劇團幾咁冇資源，幾咁細，你都係可以做一啲為人類嘅和平而工作嘅一啲戲劇嘅事業嘅。